这是我们跟荷兰在台办事处以及文化部、台北书展基金会以及荷兰建筑事务所 MVRDV 共同合作的一个展览。那这个展览原本是在台北书展，然后有一个荷兰主题国展。那这也是台北书展的这个展览第一次移师到这个其他县市来做展出。自从1624年这个荷兰人到台南建立了这个热兰遮堡以来，那让台湾正式的迈入国际贸易的一个版图。那所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年。所以今年台北书展也特别将荷兰定为一个主题国。策展的一个理念大概就是区分为过去、现在与未来。那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呢，因为这大航海时期有许多的制图，所以当时有留下了许多航海的地图。那我们也可以在里面稍微找到一些台湾的踪迹。那所以在第一个展区呢，我们是介绍1624。那现在的话呢，这个展览主要是要呈现荷兰当代的一个文学家，所以我们在这个展览的外面呢，就是呈现了8位荷兰当代的一个文学家，包括他们最畅销的作者，以及甚至有一位是荷兰的汉学家。那未来呢，其实就是儿童，所以在未来这个展区呢，展出的就是他们的一些亲子的绘本，那以及儿童的文学家。那在这一圈里面，我们也介绍了许多的荷兰当代的一些文学的绘本作家。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台北书展在过去的传统当中，其实主题展这从来没有移展过了哈。那因为今年主题展其实是荷兰展哦，那台南400其实反映的其实是台南跟过去的历史其实跟荷兰有很深厚的关联哦，所以其实是我们有共同交织的历史。然后我们同样是海岛的国家，然后这个重视科技发展的城市，那以及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个环境永续的问题，我们都认为其实荷兰馆跟台南400有很深的可以彼此对话跟借鉴的这种价值，所以我们特别把它移到总图这边来。那希望对于荷兰这个国家有兴趣的市民朋友，或者对于台南跟荷兰究竟有过什么样的一个交集的民众呢，能够在这段时间到我们的市立图书馆来来看待、来欣赏、来参观我们这个荷兰馆的展览。大家好，我是杨顺怀，欢迎收看4月13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商业会特别邀请到经济部长王美花南下甲台南百工百业座谈，听取大家心声，希望当解决未来商业发展的困境。台南市商业会理事长宋俊明2021年接任，伊的第一要务就是振兴经济。因为各行各业的经营，伫经过疫情困境以后，也需要面临经营减碳、数位转型等挑战。所以2个月前，宋理事长亲自邀请经济部长王美花22号南下座谈，听出台南百工百业的心声。面对部长级愿意亲身办工，甲基层工会座谈解决问题，已经是地方头一摆。前很多的行业都是针对业毕归会，还有这个缺工这个缺工的问题比较严重那我想说邀请我们的部长亲自南下到台南那边听听我们最基层的工会的声音这个也是一个创举了因为部长他日理万机然后能够来参加我们基层工会的一些座谈交流这个也是不容易那我们也肯定我们的王部长在任内对我们基层工会我们的百工百业在疫情的最困难的时候，带领着我们台湾我们各县市的基层工会的中小企业带领我们经济能够那个稳定中还能够撑过去这个也是我们基层工会对他的一个肯定。
虽然经济部王部长5日抗议后，并无伫新的内阁名单，不过政策是延续的。会长台南市商业会嘛献花，表达因上大的肯定。部长则强调，未来商业的发展甲困境，依照政府的角色，一定会尽力协助。理事长咧讲，疫情迄当阵，因为商业拢按关门啦袂当做代志，所以迄当阵阮对各位薪资的补助还有很重要是贷款啦，就这企业需要贷款，我感觉迄当阵跟大家一起度过这样的疫情阮是足欢喜的，来帮助中小企业。其实就有意义啊！你帮助大企业，一间都几来万人、几来千人，伊就讲好，政府有做代志，感谢。不过我有底下那个中小企业像我旱灾帮助果农也是一样，甲中小企业你甲帮助伊拢感激在心，拢就诚心诚意说多谢，所以来协助中小企业是我的责任。我嘛感觉这就有意义的代志，所以在疫情然后之后呢，有相关的政府的补贴包括智慧化啦还是低碳化，还有对商圈还是对特登工厂都有一些服务。伫立法院经济委员会立委陈廷辉嘛特别出席关心，强调政府就是要好好了解传统商业所拄的困难，将提供赖总统团队施政参考，和政策延续。有好的东西，有好的特色，可是你没有点线面做串联，说真的人留不下来。商业就是要甲人留落来，开始商业发展，产业都无共款。产业是劳工伫倒位，电伫倒位，水伫倒位，订单伫倒位。但是咱商业是人伫倒位，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在谈的是怎么把人能够引到台南。会中印刷公会理事长黄建东嘛率先提案，卡伫责任检讨潮流，建议政府通过政策法规，支持因的产业采取环保棒的制停技术，甲部长以及产业发展署互相交流，两面直接。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政治也当加高水，立委陈廷辉正式甲泰迪熊跨界联名签订合作，推出系列文创商品。今仔日就发表一款非常厉害款式，未来嘛将有一系列联名活动。当全国女力第一高票伫台南的菲菲姐姐，当着台湾代理权嘛伫台南的泰迪熊，到底有啥物款的跨界合作？上午推出第一波的联名文创商品，非常厉害的手摇扇，希望互政治不只是政治，嘛会用的充满可爱、经典加疗愈。我们的熊爸就是我们泰迪熊在台湾的代理，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就是在我们台南。所以其实我从小就很喜欢泰迪熊。那我一直期待就是说，如果我可以跟泰迪熊结合，那会擦出什么火花？所以当时候哇，我跟熊爸碰面的时候呢，熊爸非常开心，而且就这样子答应了。我真的觉得说，真的是我的荣幸，而且当我拿到了这个全国女性的第一高票的时候，那我觉得说我如果在这样的一个代表台南第一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然后又跟我们的这个台湾代理权在台南的这个泰迪熊呢结合的话，这个异业结合，而且是政治是不一样的，我相信可以有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推出了第一样的我们这个扇子手摇扇这叫这个飞熊灰熊女力然后灰熊厉害台南第一，然后熊爱菲菲，那也希望说借着这样的一个手摇扇，可以陪着大家一起用最可爱的菲菲跟最可爱的熊熊泰迪熊陪大家一起过这个最炎热的夏天。当我们菲菲遇到泰迪熊，叫做灰熊厉害，
再过一阵子呢，也希望泰迪熊跟菲菲一起当导游，带大家一起游台南，好不好？非常幸福，非常快乐，非常欢喜。看到这各式各样无同大小、色彩的泰迪熊，相信不只是小朋友的最爱，同时嘛唤起袂少大朋友囡仔时代的回忆。这届菲菲姐姐甲泰迪熊的跨越革命正式签订合作备忘录，未来将推出一系列跨界联名的活动。到底菲菲姐姐甲泰迪熊会擦出什么款的火花？菲菲姐姐嘛正式公开来征求非常厉害台南第一的 logo 设计图，希望伫个菲菲姐姐甲泰迪熊伊也革命满一个月时，会将所有的设计放伫个家己的面册社群进行网络的票选，选出第一名的作品，并颁发奖金1万块。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园林研究咨询的时阵，破了有不孝供应商提供烂菜予学校做营养午餐。对此，教育局特别到永康大安国小视察营养午餐采购验收机制，校长马化湾是有人在抹黑。自透早拄讲无用到食材进货，过来验收检查，确认食材温度、重量非常记录。这是供应2间学校1000人的营养午餐，煞互议员破了用烂菜。我们退换货是我们有我们的 SOP 的，我们验收时如果外观、味道、包装有异况，我们就一定立即退货。厨工清洗结贴的时候，如果发现食材有异况，我们也会由营养师来判断。校长一一澄清，讲议员是摕到错误的资料，以旧的相片为例。明明是2022年11月的代志，煞互引用到1个月，所有臭烂的相片拢有退回证明，保证绝对无烂菜，互学生吃入去。问题食材在称重之后呢，我们也都有退还给厂商，或者是直接进到我们的厨余桶。我们从来没有指导过厨工要把这些问题的食材烹煮给全校的师生。议员林彦竹回应，咨询所提出的相片是去年9月到今年4月的状况。若是像校方的讲法，是真旧的相片，代表这种烂菜长期拢出现伫校方，校方应该要去清楚查证检讨。你们这样子的模糊焦点是对的吗？我的质询，你应该针对我的质询去查，不是吗？校长讲的，你从2022年开始，这些菜你们都有退货的，我觉得很丢脸。把退货的食品把它当作给孩子吃，我们实在是不能够接受。那当然，或许还有其他一些食材的管控，是不是还有不够严谨？这个我们虚心去面对。教育局强调，这件事件会秉公调查，厘清真相，同时严格把关，继续替师生提供安全卫生的午餐。再来是出海传播队。安南区罗尼社区连续14天伫北线尾重演地心工业登陆事件。今年配合台南400，除了重新制作5款官兵服装以外，也佮邀请金门地区红姓宗亲来参加。穿上官兵服装，摕着武器，坐上船啊！军队佮实行北线尾海岸，呈现地心港登陆场景。这款活动是罗里社区连续14天拢会举办的。今年配合台南400，操练阵容是更加庞大，而且佮看海邀请红姓中心会做伙来参与，特别具有意义。如果社区在今年特别前往金门3次，去邀请金门后虹港及红姓宗亲前来参加本次的活动，所以呢，这一次金门的红姓宗亲跟后虹港的社区民众总共有60人要来参加，那台北的学者大概有20个。另外呢，我们还特别商请了七股乡德安宫金狮镇，还有竹桥国小的牛犁歌、显功国小的国乐团，仙草国小关岭分校的太鼓要前来一起共襄盛举。那这一次
除了这些单位，最重要的是我们很用心规划，全部做了新的宾士的服装，总共做了200套，让这次参与的乡亲来感受台南400郑成功传奇的不一样的地方。安南区公所甲乐里社区伫4月28共同举办台南400呈现363当前郑成功登陆的活动。伫宣传记者会上，除了开箱今年重新制作5款官兵服装以外，东港参与操练顶头，也伫现场先展一段功夫。民政局长蒋玲芳表示，郑成功登陆是一段重要历史，乐里社区对着这段历史的注重是相当的可贵。363当前啦吼，郑成功率领他的部将呢，来从鹿耳门这里上台，然后呢做反清复明的一个动作也创造台湾的这个历史哈。所以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社区那个蔡登进蔡理事长呢，他14年来一直对于郑成功登陆台湾这个历史一个严格，也让我们后代的人晓得说郑成功开创台湾的这个历史非常的难得啦。台南400郑成功传奇活动，除了社区民众、学生族群、甲海陆退伍官兵等数百人登演登陆场面以外，今年表演团体佫包含竞赛灯、送钢灯、车鼓灯等，也拢会参与活动。活动当天将会相当的热烈。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全台北两岸如成资进东8甲奖高达成立120档，已经互登陆做市场面销。因伫调拨进灵宫圣诞的时阵，特别前往祖庙进香拜寿，绕境祈福。嘉奖团拍算要伫咧5月规划系列庆典活动，互民众认捌嘉奖文化。面书一笔一画，详细比对原图，呈现出上传统的面谱。经过开工仪式了后，准备出庭。这是如成资进堂的8甲奖，为1904年成立到达，行过2甲子。资进堂是北龙安5条之一，咱的面谱嘛是按阿公师，就是柯天将阿公迄个时阵就传承落来，按即马拢无去改做重大的改变，基本上拢是用较早上古早的面谱来画。农历3月19是元和宫调拨进灵宫圣诞，嘉奖团照惯例为一福宫登去祖庙元和宫祝寿，当时第一摆伫境内绕境祈安。八家将这是一个足传统的文化，爱去传承。啊，毋过咱即马伫外口听到拢是八家酒这种污名化的物件，所以我讲咱爱政府也是讲咱百姓拢爱去来了解这个传统的文化。如成资进堂完整保留出军祝寿仪式，以及订发嘉奖编制等等，持续传承嘉奖的脚步手路甲文化。日前正式登陆做文化资产保存团体。得到咱台南市政府这个无形文化资产的认定啊，起码代表咱规个社会对于咱这个传统的宗教文化，以及对着如成资进堂因对这个嘉奖艺术的推广一个上大的肯定啊。借这个机会继续来带咱嘉奖证明嘛，希望讲来外口对嘉奖有兴趣的会当来这学习，咱继续来传承来啊。团内有着大量的嘉奖文物，期盼未来会当成立文物馆。接落来伫5月将规划系列庆典活动，透过展览、工作坊等形式，把嘉奖文化推广出去。台南新闻协会采访报道。南区区公所的艺术空间特别邀请到台南市书法学会举办联展，展出将近70把创作，互公所增添文学艺术气氛，同时展现台南400风采。南区区公所充分运用1、2楼每一个会当展示的墙面，规划了艺术空间，除了互办公场所加添艺术气氛。这回因嘛特别邀请成立已经1甲组的台南市书法学会来举办联展，展出70把书法艺术创作。22号6日开幕，文化局副局长嘛专程来祝贺。肯定学会为台南府城的书艺传承加发扬尽一份心力。各位名家的这个书法的一个作品，
那也让我相当的一个惊艳哈。而且不管是那个台南市的书法协会，或是南影书法协会，我想一直都在我们在地推广那个书法教育，不管是从基层的哈，或者是到成人的哈，这个业余的，都一直不遗余力在推广书法的一个教育跟研习。我想这就是咱台南吼最扎根的一个文化的软实力啊。伫市府的小厅，甲各界艺文团体创作实力，南区艺文空间成立以后，备受各界肯定。南区区长除了邀请市民朋友拢来欣赏，嘛欢迎有意愿参展的艺文团体甲公所集结。公部门给人家的感觉就是硬邦邦的。那我一直希望就是说，透过这样子的艺文活动，可以让所有来洽公的民众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艺文气氛氛围哈。那这一次的展览，我们是从今天开始到7月份，为期有3个月，为期3个月。那当然，除了书法以外，如果在场的各位有更好的一个相关的艺术展品的话，也希望你们能够跟我们联系，让我们更多的市民朋友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然后欣赏更好的一个作品哈。来自各行各业甲书法成员所组成的单市书法协会，这回李干事以台南400一展身手为主题，展现该会卧虎藏龙的实力。希望透过欣赏书艺，卖当互压杂的心平静落来。咱来遮办公也好，也是讲咱南区咱遮当人也好，要办公心起浮躁的时阵，你看这个书法，你就会静落来。等静落来以后，你要处理什么代志，拢会做顺序安尼吼。所以今日特别伊一百吼，以静制动的这个字吼。来钓鱼啊！展览哦。书法认定对今仔开始，一直到7月21号，欢迎市民到南区区公所欣赏。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台南大碗爸母亲节档期将于24号登场，业者祭出各式化妆品含优惠，要让妈妈愈买愈欢喜。或者18里舞蹈团再来精彩肚皮舞表演，以及光华高中流行服饰科学生青春走秀，为阮爸母亲节档期各具序幕。台南大阮爸规划为4月24号到5月10日期间推出欢欣献礼“妈咪我爱你”档期，各种百货商品拢有满额送礼券的优惠。不止这好康，活动期间每一天拢有推出各项独家回馈，为食的、啉的、穿的、用的，什么好康拢有。台南大圆柏在这次从4月24号到5月14号推出了母亲节非常优惠的活动，除了全馆的5000送500以外，那当然还有其他像家电的满万送千啊，或者是保健器材的5000送500以外的活动以外，其实在我们馆内推出了非常多活动，包含了我们邀请了米兰国际来做义检，那另外我们有做一个插花教室。等等活动都希望各位来宾可以到馆内来参加这个活动。那另外我们在这次母亲节呢，我们特别引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家饰生活馆，就是在我们 B1 的一个后移的好好生活里面有很多的一个时尚的家具。我想帮妈妈们在母亲节期间选购一些时尚的家具，帮家里面增添的更有缤纷、更时尚。我想可以让生活过得更温馨。除了女性用品有优惠，台南大碗爸今年针对家电、情趣用品以及服装，各加码回馈，消费者会当伫热天正式来领进前，汰换老旧家电，省电、省钱、阁省能源。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全身麻醉剂量过重也是过轻，拢会增加手术的风险。因此，基美病医透过深度监测，精准掌握麻醉安全甲手术了后的恢复品质。基美病院麻醉部医师姚家宏表示，麻醉的深度监测是现代麻醉科技的利器，透过脑波信号的收集甲分析，并且计算出麻醉指数，达成了精准麻醉，避免麻醉过轻或者是过浅的风险。过去我们透过这个经验麻醉，有时候就会比较担心说，我们现在使用这个麻醉药物的剂量是否是适合病人的状况？
那给的少呢，我们会担心病人会有术中清醒的问题；给的多又很担心说药物的剂量对病人来说会不会无法负荷病人很担心他的呼吸循环系统受到抑制。那因此呢，我们现在都会使用麻醉深度监测，及时的去做脑波以及肌电图的分析，可以得到一个及时的麻醉深度数值。所以我们现在临床麻醉医师会依据这个数值，及时的去做麻醉药物剂量的调整，让整个麻醉病人在整个手术的过程中，麻醉深度可以在最适当的深度，那麻醉药物的使用也是更贴近病人的身体需求，避免不必要的麻醉药物暴露，所以也可以减低相关的风险。根据文献显示，麻醉深度的监测，除了会用检测病人手术中来所产的风险，确保病人伫个稳定麻醉的范围，保障手术过程病人的安全甲舒适。另外，嘛用检测无必要的麻醉药物的暴露，检测可能的并发症。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4月2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顺怀，咱再会。